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公馆有一片3.8公顷的山拿森林，是一阵保育人士公家出钱买落来，专门咧保育石虎的所在。今年11月，摄影机有翕到石虎的影像，但是竟然嘛翕到有人拿着灯蜡枪来侵入，探头探脑，唔知有啥物企图。保育人士是看到画面真着惊，来公开这个影像，希望大人唔通过来咯。 石虎一现身，2日目睭大大蕊，伫暗时阁有发光，伊伫山林内到处咧找食。这是苗栗公馆的山鸟森林，有经过保育类石虎出入，还阁有野猪、腊鱼、甲山猴，生态丰富。但是自动相机若是翕到石虎，还阁有翕到不速之客，地头顶的蜡人。 提灯灯的蜡枪，总入来山鸟森林，到处咧找蜡物。背了好长的一把枪哦，我不晓得那是怎样的枪哦，就应该是猎枪。然后进来就在用灯照来照去，后来他离开了，所以我们会担心。伊是山鸟森林的计划调集人吴金秋，看到蜡人出现的画面，伊真担心。这山鸟森林是伊甲保育人士集资买落来，目的是要维护环境甲动物生态，想要到变成蜡人现成的蜡场。 那我们在那边夜间做调查，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亮光就打了。那这样子的一个人身的安全，其实我们也相当大的一个恐惧。吴金秋表示讲，伊唔敢报警，主要就是无想要地点现光，担心引来更较侪蜡人拍蜡。我们努力了15年，真的从来没有政府来问问看你们怎么做了，做出什么成效。可是猎人都知道，我们拍到太多猎人来认证。 吴金秋真无奈，伊公开蜡人出入的影像，嘛提醒蜡人莫阁装入来山鸟森林。未来嘛计划要设置围篱，架设生态廊道，阻止蜡人进入，嘛会当保护石虎甲其他动物，袂阁装到大路被落杀。